唔知大家有冇遇過個經歷，就係喺一啲 WhatsApp group 入邊咧，經常都會出現一啲叫做接龍式嘅報名嘅。咩意思呢？即係例如有人搞一個活動啦，然之後有興趣嘅人咧就喺下邊加自己個名落去。我自己作為一個好中意用軟件嘅人咧，當然我唔係好贊成呢一啲活動報名方法嘅，因為好難去管理啊。但係呢一種報名方式咧，確實係有佢個好處嘅，就係你會感覺好熱鬧，因為每當有人參加，即係佢要喺下邊接龍加自己個名上去嘅時候，你個 WhatsApp 都會收到一次 notification 嘛，咁咪感覺好熱鬧咯。所以呢一種報名方式咧，確實係唔方便管理，但係對做生意嘅朋友嚟講咧，確實有佢嘅用處嘅。無論如何，上個月 OpenAI 推出咗 Codex 嘅 AI 編程工具，即係 programming 工具。咁我純粹係攞嚟試招，就整咗呢一個 WhatsApp 接龍報名管理工具出嚟，咁大概係用咗10零個鐘嘅時間。我首先解釋下呢個工具點用，跟住落嚟去分享一下呢個工具背後嘅技術，希望咧都鼓勵大家去試下使用 AI 去做一啲小應用程式出嚟。因為我自己認為咧 AI coding 係嚟緊幾年一個十分之重要嘅技能嚟嘅。先講呢個工具點用，就係假設你係嗰個活動主辦單位啦，咁咧你喺 WhatsApp 度如常地用接龍嘅方式去搞活動報名，但係個問題係，佢報完名之後，你可能要追佢俾錢啦，你可能要提佢準時出席等等，咁你係需要有記錄去記低呢個人俾咗錢未啊，咁樣噶嘛。咁所以咧，你只需要 copy 呢個字，然之後貼上，然之後背後咧 AI 就會自動抽取呢一個接龍報名上邊嘅資料噶啦。咁例如咧，佢會自動感應到呢個活動名係新年 BBQ 啦，個活動日期係2月13號啦，時間係7點等等等。然之後喺下邊可以定義埋呢個活動完結嘅時間，呢一個活動係實體定係網上邊等等等啦。呢度咧係可以輸入轉數快個 ID 嘅。點解呢？因為之後會示範個功能咧，就係可以自定義一個 WhatsApp 嘅 message， 喺個 message 入邊咧係可以提供一個收款用嘅轉數快 ID， 就 send 俾嗰個參加者咧，叫佢俾錢啦。咁喺度咧我就撳 create event 啦。咁呢個活動咧就成功 create 咗啦。咁見到暫時就係6個人參加啦。咁佢預設咧就係顯示6個人未俾錢嘅。咁呢一個狀態咧係可以更改嘅。咁喺右上角撳設定，喺度咧你會見到預設3個狀態嘅，就係未俾錢係紅色，遲啲俾錢就係黃色，咁已經俾錢咧就係綠色嘅。咁呢啲狀態嘅名稱你係可以自己去更改啦，同埋下邊咧係可以預設一啲 WhatsApp 用嘅 message 嘅。而家咧我翻去活動頁嗰度啦。下邊呢度咧就係頭先個示範嗰6個參加者。咁喺度咧你可以隨時更改個狀態嘅，例如果 David 俾咗錢嘅，咁你撳 pay 啦。咁啊 Peter 遲啲俾錢嘅，咁你可以撳 pay later 啦。所以呢啲功能咧主要就係方便你去管理呢啲參加者咯。咁另外咧佢仲有功能咧就係可以 send WhatsApp 嘅。咁點解呢個掣唔撳得咧？因為要提供個 WhatsApp number 佢先可以 send 到嗰個 WhatsApp 噶嘛。咁喺度咧，例如我撳 edit 啦，咁喺度咧我可以手動地增加佢嗰個電話 number 嘅，要撳 save 啦。咁增加完電話 number 之後咧，你就可以 send 嗰個 WhatsApp message。咁我使用咧係佢官方嘅 WhatsApp。喺度咧你會見到咧係預設咗一個 WhatsApp 嘅 message 嘅，喺度就提佢個活動時間係幾點，同埋要提早10分鐘到達啦。咁呢一個預設嘅 message 咧，當然係可以更改啦。咁我嚟翻去入邊呢度，咁喺上邊呢度咧，你就會見到可以更改呢一個 message 嘅 template 啦。咁例如我撳 edit 啦，咁你可以改到中文啦。咁上邊咧你可以放啲叫做變數嘅嘢嘅，例如咧你可以話 please pay， 然之後點擊 price， 咁咧佢就會自動顯示420蚊啦。因為之前喺 WhatsApp 接龍個 message 入邊係有顯示過420蚊嘛，咁 AI 咧已經抽取咗，知道你呢個活動咧係420蚊港幣噶啦。你仲可以預設幾個唔同嘅WhatsApp message 啦，例如一個係提佢俾錢，一個咧就提佢準時到。喺呢個示範入邊咧，參加者得6個，咁你逐個入 WhatsApp number 都 OK 嘅。咁但係如果你嘅參加者係幾十人甚至100人，咁你逐個入就會好嘥時間啦。所以喺度咧增加個功能咧，就係你可以 lock in 你嘅 Google Contact。特別如果你係 Android 手機嘅話咧，正常你手機上面嘅聯絡人咧，應該自動 backup 晒落去嗰個 Google Contact 度噶啦。咁喺度你撳 match 呢個掣啦，然之後咧佢就會授權去連結你嗰個 Google Contact 嘅 account， 然之後你撳 edit contact 啦，
嗱，下邊呢兩個咧就係去自動去 match 最接近嘅聯絡人啦。舉個例子，呢個人名叫 Peter Fong 啦，咁咧佢就喺你嗰個聯絡人資料入邊咧去揾 Peter 呢一個字嘅，咁後邊咧會顯示呢個機會率係幾多，咁所以呢個 contact 得個 P 字咧係得2%，咁呢一個咧係得1% 嘅啫。如果佢認為個機率係80% 嘅話咧，佢會自動同你去增加呢個電話去連結翻呢一個聯絡人噶啦。增加咗電話之後，你就可以去使用 Send WhatsApp 呢個功能啦。嗱，咁可能你會問啦， WhatsApp 接龍報名嘅參加者係會不停咁增加噶嘛？咁如果 keep 住有人報名，咁點算呢？嗱，喺度咧有個叫做增加嘅掣嘅，咁你可以增加一個人或者增加好多人啦。咁如果你增加好多人嘅話咧，其實你係就咁貼翻嗰個 WhatsApp 個 message 上去，咁我假設啦，而家多咗一個人報名，佢叫做 John， 咁咧而家我就撳 import 啦，咁咧佢係會自動感應到之前個人名已經出現咗，佢就唔會重複加入去噶啦。嗱，喺度咧，你會見到咧，佢淨係增加嗰一個多咗出嚟嗰一個，咁之前嗰啲咧就唔會再重複去增加噶啦。嗱，跟住落嚟去講解一下呢個工具背後使用嘅技術。咁第一個咧就係使用 Cloudflare 啦。你整完一個工具出嚟之後咧，你係需要放上網嘅，咁同埋咧你係需要有個 database 去儲存嗰啲資料，例如嗰個活動名稱、活動日期、活動嘅價錢等等。咁呢啲資料要儲存住噶嘛。咁呢啲嘢咧就全部擺晒落去 Cloudflare 度啦。嗱，點解要使用 Cloudflare 咧？最主要原因咧就係佢好慷慨嘅，基本上你嘅用量唔大嘅話咧係免費使用嘅。嗱，所以好多做開發嘅朋友咧都係十分之喜歡使用 Cloudflare。嗱，另外你會見到需要 Google Login 啦，咁呢度係分開兩個授權嘅。第一個授權咧就係純粹 Google Login，因為呢一個工具係同一時間有唔同嘅用戶去使用噶嘛，咁所以你 login 咗你嘅 account 之後，你就會睇得翻你自己嘅活動，咁你冇理由睇到人哋搞嗰啲活動噶嘛，咁所以咧你 login 翻個 account 嗰個 email 咧就係個 ID 就對應翻你自己嘅活動啦，所以你每次 login 你就淨係睇得翻自己活動咯，因為你唔 login 嘅話對應唔到個活動噶嘛。咁第二個授權咧就係 Google Contacts 啦。頭先你會見到當我撳 match 嘅時候咧，佢就會自動喺你個 Google Contact 度攞啲人名出嚟去對應參加者嘅名稱啦，然之後將個電話放入去。嗱，由於嗰啲聯絡人資料咧係屬於私隱性嘅資料嚟，咁所以咧呢啲資料咧係冇擺到落去 database 度，淨係儲存落去嗰個 browser 度嘅啫，又稱為 local storage， 即係嗰啲聯絡人資料咧係冇擺到落去 Cloudflare 即係雲端上面嘅資料度嘅。用戶咧係可以隨時去清洗翻嗰個資料，個資料咧淨係記錄咗喺佢嗰個 browser 上邊嘅啫。嗱，舉個例子。嗱，而家我使用另一個 browser 就係 Microsoft 嘅 Edge 啦，咁喺度咧我就撳 Google Login， 喺度你會見到我使用另一個 browser login 咧，我都睇得翻呢一個活動。但係而家咧我撳去左手邊 Contact 嗰度咧，你會見到冇晒我頭先嗰啲我授權咗嗰啲 Google 聯絡人資料嘅，因為呢一個 browser 係冇頭先聯絡人資料嗰個記錄嘅。咁呢一種儲存嘅技術咧，就係叫做 local storage， 主要嘅作用咧就係保障用戶嘅私隱，因為嗰個資料咧係唔會儲存去雲端嗰個 database 嘅。嗱，最後一個技術咧就係使用 Google Gemini 嘅 API， 因為當你去貼上 WhatsApp 嗰啲 message 嘅時候咧，背後係需要有一個AI 去抽取上邊嗰啲資料，例如活動名稱、活動日期、參加者名稱等等。咁呢度咧係需要應用到 AI 嘅。嗱，所以簡單啲嚟講咧，你每次使用嘅時候咧，我後邊係會有少少嘅成本。咁但係我自己估計呢個工具應該唔會太多人使用嘅，我都係貪得意整出嚟，同埋整俾我啲朋友去用嘅。咁但係如果你都真係有興趣用嘅話咧，可以點擊下邊條連結去試玩一下。嗱，如果你係有興趣想用 AI 去建立一啲小程式嘅話咧，咁希望今次嘅影片會幫到你啦。喺過去呢2個月邊，我做咗5-6個俾我自己用嘅小工具。咁嚟緊呢，我都會喺影片度分享嘅。如果你有啲乜嘢想知道多啲嘅話呢，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我哋下次影片再見。